第20章，耶稣讲一个比喻吼。咱知耶稣是一个作熬讲故事的老师吼。啊，毋过伫圣经内面有几个比喻是真麻烦的吼。这今日咱这段经文就是一个麻烦的比喻吼。啊，伊麻烦的天多袂输迄个不义的管家，你知我咧讲啥无？不义的管家吼，这拢无啥好解说的两个故事吼。就是讲，啊，耶稣你要用比喻，就是要互人较明白你教示的道理。啊，你结果你的比喻煞怪怪吼。今日的比喻是咧讲啥？讲有一个葡萄园，伊的主人，他的葡萄园已经成熟了吼，伊的主人去找工人，找雇工，要来摘葡萄园，葡萄园摘葡萄。一透早清晨，按照他的希腊文的原文，清晨6点，6点就去找，找到工人，甲伊讲，约束好势，来这几工，互你一个银钱，一个罗马币，一个罗马银币。伫迄个时代，一般的工人，一个罗马银币就是伊一工的工钱，这个是很公道的哈。就是说没有亏欠的，很好的一个价钱哈。好，安尼讲好了，就甲这个工人带转来葡萄园，就开始做工啊。吼，啊，毋过这个主人9点的时阵吼，去外口，啊，佫看到有工人伫外口落垃圾，然后来，你嘛来吼。虽然已经6点就开工了吼，即摆已经9点嘛吼，无要紧。伊讲我会照合理的工钱互你，吼，无讲偌济。好，无拍算到中昼，啊，佫下晡3点，伊出去两抓，佫看到人伫外口无咧做工课，伊嘛安那，甲招来吼。圣经无写介济。圣经说一样的方式哈，一样的，所以你可以来那理解讲，赶快是叫合理的工资要互因吼。啊，上离谱的是讲，已经到傍晚了。希腊的原文是说下午5点了吼，5点，伊去外口洗，啊，佫看到人，立马来做，吼，啊，无讲要互伊偌济吼，好，咱知影。几点下工嘛？哈，几点下工啦？几点是那个下班回家？6点啊，6点哦。安尼这上尾一批，伊做工几点钟？可能无到7点钟吼，对无？佮倒累了一下吼，佮上个厕所。好，结果呢？好，发工资了，时间到啊，晚上要发工资。伫迄个时代吼。像这些散工、临时工，就是当天要发工资啊，袂当欠人的工资吼。像咱咧主导文，咱咧祈祷的时阵，伊讲，咱安怎讲？迄句安怎讲？阮的日息，今仔日赐互阮吼。这就是讲即款的道理吼。因要互工人工资，不会亏欠到隔一天。你今天做了，你今天晚上就会拿到工资了哈。那这卖小孩干啥呢？临时工是啦，啊，其他上班的是什么时候领工资啊？然后下个月月底哦。好，是咱先做还是先领？哈？先领较济哦。先做较济吧，吼，先做较济啦吼。啊，哥，咱可能唔知影吼，咱可能唔知影，因为伫教会内面吼，牧师领的毋是薪水哦，牧师领的是叫做啥？社礼吼。牧师是无薪水的哦，牧师是领社礼。牧师的社礼是先做还是先领？你拢唔知吼，拢无咧关心牧师啦。牧师的社礼是先领还是先做？先领。看下这叫做稳定。我一直认为教会要先行于社会，就是讲教会就爱带领出水的好的文化，互社会来地。
头家较欠钱，还是新郎较欠钱？这头家就咧讲头家欠钱吼。安尼哦，头家欠较济，新郎欠较少吼。新郎过日子伊的生活吼，所以若一个社会会当到生领，互伊的工人会当较安心过日子吼，这是较健康的做法吼。啊，我定下讲，教会爱先行，教会要先行于社会吼。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啦吼。正教会拢是先互社礼，互遮个事工的者，吼事工者，吼啊，这是一个好的文化。啊，毋通教会想讲，社会拢安尼呢，咱来对社会好无？你嘛是会使啦，啊是讲安尼是亏啦，吼好。讲到遮，要发工资了，这个主人特别交代一句话，讲后来先发。比较晚来的先发，结果他怎么发？下午5点，上尾一批，伊的工资是偌济？一个罗马银币，哇！做1点钟，伊就摕到一个罗马银币。我哈到讲，一个罗马银币是迄个时代一个工人一工的工资，一天的工资吼。哇！安尼摇看卖啊，为早时6点就来，遐工人心内安尼想。惊你冒死啊！吼，迄个遐尼晚诶，做1点钟，伊摕偌济？摕一个银币呢？啊，我做偌久？12个小时呢！吼，来，安尼会当摕到偌济？凊彩嘛10个对无？吼，给他打折一下，不用给我12个，给10个就冒死啊！做欢喜哦！啊，结果轮到伊发的时阵，摕偌济？一个罗马银币，各位哈这，我们咱讲吼，咱读圣经，咱得进入这个情境，入去这个故事内面吼。咱即马都是早上6点的，好不？好不啦？咱拢10点6点就来啊，咱透早6点就来啊，好不？好啊，做一工就来，做辛苦的。看到迄个甲你同一工咧做工课的工人，伊下晡5点较来，做1点钟，摕偌济？1个银币。啊，我嘛是偌济？你们会怎么样？会po脸书哦。今天遇到一个神经主人哦开始po脸书哦。好了，完了，你们会那么温柔？只有po脸书哦，只有po脸书啊，没有一点动场啊啦。冰的啊，没搞错。你工作1个小时拿1个银币，我工作怎么样？12个小时，到底还有没有公理正义呀？我告到劳保局劳工局不是劳保局，劳工局。当然啦，圣经的记载，这个6点就来，这个工人就开始在埋怨，开始在跟那个主人埋怨了。各位哈，我要先问你一个问题：他们的埋怨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不啦？有还没有啦？有吼？为什么有？为什么有？他说：“我们整天劳苦受热啊，结果他们做1个小时，圣经的问法是讲，OK 无伊敢有同款一样吗？”质问那个主人，各位他这样的埋怨合不合理啦？合不合理？因为因6点就来，因埋怨他们的埋怨是说安尼无道理啦，无道理啦。毋过各位兄弟，咱若看规个故事来看，若照按公计酬的角度来看普通园的主人有无公平无？有无啦？无公平嘛？你照按公计酬的来看，12点钟的人做的钱，甲1点钟的安那同款，这是无公平。毋过你看这个主人安怎回答伊讲朋友啊，我无亏欠你哦。咱一开始就讲安那，咱一开始就讲安那，一工1个罗马银币，
是你甲我安那有所好势吼，所以我有对你无公平无？咱爱思考一下，就单就我跟你的约定，我有没有亏负你？有无啦？所以这个情况是什么？不同工却同酬，在表面上不公平对不？无公平对不？不过呢，按照因的约束，他发给他功德的酬劳，事实上是合理的，是吧？是不是？不过这个故事怎么看都怪，有没有？这个耶稣故事是你编的，你会当编一个较爽快的，好无？你会当编一个听起来较有道理的故事嘛？你想要编这个海家牧师大家讲啊，你啦啦，你为什么要编这个故事这么奇怪？各位兄弟，来，这个我们比较不熟悉的一种工人，善工，好，安怎讲？刷工，临时工啦，哈，刷工也不算是也不能直接说临时工哦，他们真的是以天计酬的哈。咱今麦的大桥头那个台北桥下，今麦够有呢，少啦哈，不过今麦够有啦哈。从日治时代以后哈，所谓的光复以后哈，就伫迄个咱的大桥头台北桥下是一个盖掉的工人集散的中心。好，透早这无论是工地、工头啦，是啥物货吼，要找工的拢会当去遐找，哦，各式各样的工人，拢是安那，约束这几工的，好，那算掉，我就甲你载转来，启隆知识，你有安尼找工无？无，我启隆知识，你即摆安怎找工？啊？哦，人力公司哦，好。所以这个善功以底下，我来各位兄弟，我们又全部变成善功了哈。我们在大桥头底下在等工课哈。你透早5点就去遐等啦，所以6点一定有工课对无？是不是啦？无一定呢，有人来催吼，可能看你袂顺眼吼，没有挑你呢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啊。我嗨啊！安尼已经2点钟过啊，到8点到9点，一定会被选走吗？也不一定嘞。佫徛到中岛嗨啊，徛整个上午都没有挑到了，那这样子先来后到，等一下的一定会挑我吧？是不是安尼？不一定呢。你有没有可能站到晚上，结果今天没有工？有无？呵，你就说我今天没有工，明天一定会挑到我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不是照几率？不一定呢。所以所有的善功心内应该有一个观念。我今日若有工课通做，这是什么话？这是我的福气呢，是恩典呢，就是本身就是个恩典。我若去用点到。会当去做工课，虽然我在付出劳力，赚点微薄的金钱，不过很大的可能是我今日从头到尾拢无安那，无很算到呢。这个善功的概念一定要先建立，才看得懂耶稣这个故事。就是讲，你等待被挑选，却不见得有工作，所以你这个工人若有工课，基本本质上就是一个什么？恩典，咱大家对这款真做一个基础，较会当去思考了解耶稣咧讲的比喻有啥物意思？就是讲，平平咱是受到先受恩典的人，你若开始去计较上受恩典较济，这发生啥物代志？这发生啥物代志？咱平平吼。等一个有人来送你一个月饼，送的哦，送的是什么意思？白白给你的礼物送你一个月饼，有欢喜无啦？恁上爱食什么月饼？
哎，时间到了嘛，是不？你们最喜欢吃什么月饼？红豆抹茶。哦，看不出咱李执事那么新潮哦。我最喜欢的就是益美的哈巧克力豆沙，今摆拢买无啥有安尼，无好食。哦，伤甜哦。呵，他再卖讲，好来，哎，你有没有没有我哦？唔当没有我啊，还呀，我不应该讲这个。好来，给你一个月饼，你摕有欢喜不啦？哇，巧克力豆沙益美的，不是益美的不要哦。啊，结果怎么样？过一会，边啊送滴了牛，人互伊安那，两个。送对了，你爱吃这几款呢？哈，甜的不要，别啊，还用些什么吧？那什么肉的，五仁，哈，哇，我看起来讲，哇，我这是迄个巧克力豆沙，哎，迄粒安那，哦，较贵呢。加我两三杯，计时搁2粒，我心内安那，袂爽。这敢有啥物公理正义？是安怎我的是较少，啊伊安那，遐尼好诶！哎，各位兄弟，我本来得到这个月饼，我的心内是安那欢喜感谢。结果我看到送丢了牛，伊的月饼安那。更较好，更较济，我的心内马上变安那苦毒、埋怨。迄个本来承受稳定的迄个根本，搁有伫咧无？就完全不见了，完全不见了。各位兄弟，注意一个概念，一个现象，哇！注意一个现象，就是当咱在主张稳定爱公平啦，这个时阵公平就被摧毁了。奇怪，少了一句，应该是稳定就被摧毁了。就是说，如果咱这先受先食稳定的人，开始在比较上的稳定较济，送的稳定较少，讲安尼袂使袂使，安尼气冤家。以后你若要互阮稳定大家安怎？公平安尼。这个时阵，你若咧兴奋这个时阵，这个稳定就被摧毁了。迄本来迄个水，本来迄个温暖，迄个好的价值就无去啊！啊，被摧毁的不只是恩典，什么也被摧毁了？公平的概念也被摧毁了。其实被摧毁的还不只是这2个，其实是什么？是咱真做人的灵性，我们被摧毁了。这是很可惜的状况。举一个例，各位兄弟，主人若互所有的工人拢是一钱一个罗马银币，好，工资发完了，关门对不？然后主人去逛街，然后看到一个乞丐，然后再给乞丐1个罗马银币，可不可以？然后刚刚那些工人全部跳出来说什么？我至少有做什么？1个小时内，那个乞丐凭什么拿跟我一样多啊？主人怎么讲？难道我的东西我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？这是根本不是我讲的哈。耶稣的故事真的讲得很好。然后讲我的东西，我的物件我袂当教外艺术来用嘛。令他讲出一个特点，讲出一个症结点。恁咧受气什么货啦？恁是毋是因为我做好人？恁安那？恁的目眶红，安尼讲怪怪啊！赤目啊，你的目赤毋是目眶红，目眶红是要哭是无？目赤是毋是我做好人？你的目赤台语是无简单的物件我讲大概。拢讲唔对去讲头生毋是迄个生头一胎的，拢叫我讲，拢互我讲做讲为头生去变
变成偷生的哈。好，是安怎耶稣要讲这个比喻啦？这是20章的一开始。咱家看去19章，19章咧讲啥物代志？咧讲到有一个少年人来问耶稣代志，有无？吼，要安怎得到永生啊？因讲了，耶稣讲：你着爱甲你所有的拢分享互所有人，啊，你家己着爱来安怎？跟缀我啊！迄个少年人煞安怎？这忧愁、这痛苦所离开，吼！啊，这耶稣就讲啊，这有钱人吼，若要入上帝，要入天国，比啥物货？比骆驼安怎讲啥个名字？直接翻哦，比骆驼穿过江边较困难，吼！安尼，伊的问题就讲哦，啊那安尼，啥物人做会到？耶稣讲，在人不能，在上帝安那，凡事都能吼。啊，一个鼓励了吼，哇，门徒就开始讲哦，耶稣啊，阮遮的使徒吼，阮已经安那放下所有的来跟对你啊呢，这样子吼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？耶稣听了种安那，一个心都凉了吼。啊，恁遮毋是咧讲啥物话吼？耶稣有讲，有啦，会啦，恁遮跟对我的吼，两项好代志，恁会坐伫宝座对面，赶快吼施行审判，对12个支派，你们可以坐在12个宝座对面，吼对12个支派施行审判，而且吼，恁会得到百倍的福气，啊，承受永生，成功神学大概就这么来的哈。可是呢，耶稣最后讲一句。然而，有多吼，本来伫头前的爱变为后壁，伫后面，在后的要怎么样？却要在前哦。耶稣的提醒的是，你们的心态不要歪起啊！你们的心态不要歪起哈。这个比喻唔通甲动这是在讲救恩。也不要把它直接想成是在讲服事。这个耶稣这个比喻是很复杂的一个概念，其实跟我们人得到救恩有关系。可是耶稣不是在讲直接在讲救恩，因为一个好的老师，他在讲救恩，他不会用工作的比喻来教导，因为救恩是什么？是白白得来的哈。这个比喻主要在讲工作。这一纲哈，所以不是一个好的一个 scenario， 一个好的一个剧情在描写救恩哈。不过哈，这里面有一些是咱爱基督徒爱思考的哈。常常基督徒读开这单纯，认为讲这是上帝恩典，互我得到救，所以我拢唔免做啥物代志，对不？是不是这个样子？这是救恩，是上帝白白的，对不？恩典嘛，所以咱人拢唔免做啥物代志。你若有做啥物代志吼，顶到显现这不是救恩，这是你家己的功劳。有没有听过这种教导？有呢。奇怪嘞，我就问你一件事情：你们都没有掉在坑里面过吼？你有下咧坑安怎讲？坑，你有把落在那个坑里面自己爬不出来过？有没有啦？都没有，奇怪，这种天龙国都很奇怪，这种例子在别的地方人家都听得懂。好了，你就想象你落入一个坑，深的坑，你自己爬不起来，你需要人安怎？需要人家怎么样？拉你一把。这时候就有一个人弹一条绳啊落去，互你会当安怎？救咧，有欢喜无？有感谢无啦？是迄个人甲你救着无？是毋是啦？所以你得救迄个绳啊，安那？爬起来对无？甚至讲我爬袂起来，我甲绳啊吼，举好调，你甲我安那？你甲我救起来，好。即摆陈思豪吼，落伫坑内面，人当绳啊甲救，即摆伊救起来哦，伊硬条轻条条啊，即摆人甲拖出去，拖出去了吼，陈思豪讲：吼，我实在有够够啦！我若无救吼，你嘛救我无效，会袂？
哎，我有那么白目吗？到底是我被救，还是我救我自己？我被救，我都没做事吗？可我至少要把绳子怎么样拉住嘛？不过人敢会因为讲在这个过程，因为我有你去救说啊，所以不是你搞我救的，是我自己救的，还是说你跟我合作哦？我若无跟你合作吼，你嘛救我救袂到？是谁要救啦？是谁想被救啦？各位兄弟，如果咱知影咱需要拯救，这时候有人伸手，咱知影这个就是救恩，不代表你在整个过程一点事都不必做。那我了解耶稣这个比喻无？好，这个善功，其实咱拢善功啦，线工。我们能够有工作，伊的基本就是上帝什么会稳定。毋过咱基督徒有当时吼，咱常常吼，伫这个世上吼，咱会最爱去争的，连这个稳定咱嘛要争甲够，讲吼，你这个稳定较大粒，我的稳定较细粒，吼，安尼袂使吼，上帝这无公平，有无啦？啊，李世安执事拢遐甲我唱歌，我大概唱歌拢走音。上帝，你搭你目睭生伫对，吼，吼，是安怎伊还有温数，是安怎伊拢会做较好的代志，吼，各位兄这拢是上帝的稳定，毋是互你计较的。当咱以公平为名，以公平为名，咱摧毁的其实是很多的，不只是恩典被摧毁。公平这个概念也被摧毁，明明是领受上帝稳定的人，嘛被摧毁。各位兄弟，我无讲伤济，咱来思考，是毋是伫咱兄弟姊妹中间，咱基督徒咱家己的生活、咱的生命的经验，是毋是咱常常无注意，真正以公平为名，我们在摧毁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也因为这个样子。我们摧毁咱甲兄弟姊妹中间的情谊，然后我们也摧毁我们自己。这大家好好来思考，当心来祈祷。